Please remain standing if you are able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People's Republic. 開波！2027亞洲波圍賽 C 組嘅分組賽啊，中國香港主場迎戰孟加拉賽事啊嚇，響度嘅，咁留意12碼點左右劉家橋響度添啦嚇。咁啊一仔掟到埋嚟啦，陳俊一，仲喺呢邊咧就嗰個啊，好，但係呢個波睇下啦，呢邊嘅孟加拉嘅推進落到嚟呢個位冇問題，都係一個龍門球嚟嘅啫。咁啊見到孟加拉球斜個位嘅都攞得翻，最後嗰波傳到埋嚟嘅，會啊啲波咧都幾勁㗎，雖然唔高。彈個大三角先，再回翻轉頭壓到上嚟呢邊，哇，兜翻更加好嘅，應該歐中皮球啊嚇！掹衫啊，嘅啦，係嘛？掹我先啊，係啦，好明顯㗎呢個波。落腳嘅話其實好清脆嘅，即係落腳就明顯鏟中波，但係之前佢拉住件衫啊嘛，變咗會喐唔到咯，變咗成個人都話。咁所以都係一下反彈，直接轟埋去㗎啦，都係頭柱落，哎呀，打頭喎，祖連奴，好射，李嘉榮啊！對手埋嚟嘅嗱，當時呢個波等埋去有力嘅，咁啊解圍嘅時間就撻咗頭啊，咁就係祖連奴，咁啊亦都接得好實啦，雖然埋嚟咧，計聲就可以開得啦位，冇錯啊華頓扯遠處 ，OK 啊呀，以為得佢做周遠得咗佢拉射，都係俾對手完成。個嘅罰球開得好靚啦，亦都係準備得好好嘅，最後呢個波哇有掹衫嘅喎，球證先生呢個波咁都睇唔到。噃，咁當然啦，韋斯活都好睇好佢嘅前景啊嚇。哎呀！呢邊跣一跣腳，拋過嚟個難度有冇射？12碼，係啦，呢個波我都以為冇射有射，因為呢個波咧成個踢到飛起啊，應該犯規就係卡斯嘅。係啊，冇得講㗎啦呢啲波，你喺咁推甩咗腳，你翻腳嘅時間你一定係慢㗎啦。哦，咁啊好啦，你睇嗱佢線步夾硬炒落去嘅呢個波，佢又緊張個頭啊。係啊，因為當時甩咗之後咧。阿費蘭道就到嘅，咁樣鏟落去邊有唔會12碼啊？費蘭道都醒啊！嗱，其實卡斯就浪高咗先啊，第一下控高咗波揼到落嚟就再揼多下自己隻右腳就彈翻甩咗個波添，一甩咗個波之後咧，費蘭道已經趕到啦，波都偷埋，結果你用任何嘅動作去停。呢邊咧就黃色戰衣就孟加拉嘅門神馬馬啦，睇睇安永佳掂唔掂？係咯喎，安永佳。冇問題，1-0。呢啲地波就算龍門可俾佢捉到嗰邊條路咧，都未必撲到，因為個波咧射得比較係貼地啊。咁啊，何況龍門都係捉錯路啦。好1-0，咁啊好啲啦，定啦。所以有陣時打波好多諗唔到啊，一路落嚟啦，孟加拉咧，佢防守都冇走甩過香港隊嘅球員嘅，但係呢腳波咧，因為跣一跣腳，導致到急再出腳就輸咗12碼。又係一個犯錯所致。係啊，係一個犯錯啦。上場波大家都呢個把握得到，今次講到都把握得到，孟加拉一次嘅犯錯，博到球12碼，安永佳操刀得手，門將馬馬就捉錯咗路先啦。放翻龍門嘅左下角地波啊，冇問題嘅，轉添啊，靚波好有信心，係又靚又入啊。OK 啊，頂得住壓力啊！哇，係啊，尤其是喺咁嘅情形咧，你頂到壓力好緊要嘅，射12碼。招牌慶祝動作啊，波千藍色嘅慶祝動作啊！一先啦，劉家橋單挑對手，扯到埋12碼區裏面一頭撞，好定啊！呢個波俾到個頭，有機會，有機會！哎呀，個波因為咧拉幾何生，再扯高波笠到埋去，哎呀冇問題，余子南。譬如紅衫球員啦，阿華頓都試過跣腳嘅，呢個位扯個波埋，批到現場，哎呀食到埋去又冇射，應該顏卓斌幫翻頂翻住個位啊嚇！啊！佢右腳扯埋頭柱，哎呀！對面咧就一頭作翻走先，嚟自巴文嘅波。亦都當時第2圈孟加拉唯一唔使輸嘅賽事場，都馬里跑，哎呀！門將封到先啊，謝家榮冇問題。最怕就話對方快你一步啊，變咗就呢個波有機會輸12碼。好在佢快。嗱，再睇多次頭先嗰個波啊，5波嚟㗎，個波一落地接得比較快嘅，到先啊！好在，哇！如果唔係到先嘅話咧，情咁。一早已經係買晒飛咁滯。哎呀，我錯咗，機會嚟啦！粒射有啦啩！哎呀，呢個波都夠快㗎啦，因為龍門嘅馬馬就褪咗出嚟啊！費蘭道，佢都覺點搞法？再吸翻橫之下，哇！個高波埋拉基何塞，冇問題啊嚇！見到隻中落安啊，成功啊作翻走先啦。睇頭先啦，揸咗你前右邊，哇！你睇下，個波只要撞到個波咧，已經係入㗎啦。
啱啱魚子攞前咗啊，攞前咗之後，烏甸就反而扯遠處位置就啱啱繞過魚子南，如果爭啲晒後上接嘅18號仔就伊斯。咁啊問題就嗰啲攻擊係交翻俾邊個咧？安永佳向翻前少少位置對翻住個位，錯翻高波識個熱傳，冇問高波落去冇問題，一仔頂翻走先。再掹翻艾華頓上翻腳，博波犯規 OK 嘅，而家更加需要多啲博犯規戰術，因為時間係對手敵人而唔係我哋敵人。係啊，伊斯林攞咗個黃牌，咁啊開始都球證都執法比較都開始嚴啦。哇！呢個波根本都踢唔到波嘅，有啲喺後邊度夾硬落腳㗎。黃牌應該波嘅人都有啲即係好大嘅興趣啊！魚子能撩到埋你啊，俾對手快步清翻走，運用去邊啊？都係卡斯嘅高波 OK 啦，呢迎面而來高波唔係太驚你啊，講到其實就再頂，哎呀彈到地添喎 ，set 翻轉嚟諗住位，揾唔到射波啊，傳咗好多腳㗎啦。好啦，足夠人喺度㗎，小心㗎啦，吸翻轉頭右腳，個波彎到埋去遠處位再 set 危險。最後呢個波就俾佢撲到啊！咁樣 set 埋嚟，10號嘅拉基賀新嘅入波啊，慘啊！呢個波咧 set 埋嚟嘅時間亦都係夠快啊！佢起碼出腳。好啦，1比1重新嚟過啦嚇，拉基賀新嘅入球協助作嘅孟加拉追成1比1平手先。咁但係孟加拉球員就非常之興奮啦嚇，11個打10個之下都把握到一次機會。其實成場拉基賀新再睇多次啊，長傳轉向啦，空晒個波 set 埋嚟，配合到啊！佢係飆得好快，真㗎拉基賀新。咪先係法希馬左擺右擺，擺脱咗艾華頓，送長傳呢邊伊斯林 set 到埋嚟，然之後插埋去搶快一步先啊！拉基賀新呢個波都夠快嘅嚇 set 埋，咁啊變咗咧就配合到。回翻轉頭先，係咪 send 高波長傳埋去？哎呀冇問題，頂得住有一啲線報嘅情況啊！再打彈地攝贏你先，小幸。中啦，嗰啲其實上半場曾經一度領先嘅，就安永佳12碼就幫港隊36分鐘先開紀錄，咪之後76分鐘啦。咁你都仲係有8分，咁仍然都仲係有咁嘅機會出線啊！不過就有啲可惜啲啦，一路打落嚟都唔係話太多機會俾到咧，就孟加拉嘅，同埋咧有11個人嘅時間咧，其實贏緊波嘅時間咧都可以叫做有啲優勢。壞嘅賽果，咁而家我哋有1分落袋啦，由賽前7分變成而家賽後嘅8分，再睇埋